你在说什么？找包月的鸟，大半月里都在找，已经找了大半年，如今家府里的事都写过第人在路了。包月对了，就像失了我，真是痴痴呆呆，颠三倒四。太太说，包月长大成人了，该接他成家了。把上婚事，匆匆喜，兴许他去真的懂事了。谁是包二爷的新娘子？老太太和太太的意思，新娘子是薛宝钗，老爷也赞成。兄弟，你这是到哪里去？我去找包姐姐下棋。不，我去找林妹妹做事。包兄弟，究竟是找包姐姐，还是林妹妹？我找林妹妹。包兄弟，我问你，老太太和老爷太太正在今年掌握婚事，你知道？老太太和太太说，这是送给我的责任礼。新娘子在，包兄弟也知道。林妹妹，我的新娘子是算是林妹妹。老太太和太太都知道，我和林妹妹定定要好，到今日起。包兄弟，我要去小相馆找找林姑娘了。为何？你要耐着性子，等新娘子嫁过来呀。对，林妹妹就要常常与我在一起了。我等着她嫁过来，我等着她嫁过来。林妹妹嫁过来，林妹妹。唐十四次，我们这些做了违心事情的人，也是心安